好酒推薦啊！咁啊，我哋咧又拍一條片講咧，我哋會去廣州酒展啦，係咪？咁有啲人問，喂，你唔好講咁隱晦啦，你會帶咩酒流？我一確定話你知，我會帶邊啲酒係值得飲嘅。Hazelburn 21年2023年嘅限定嚟，為咗普通啫，係嘛？即係雲頂啲 OB 啊，真係同大家講啊，抵飲㗎。好，先講下呢支酒嘅來歷先。呢支酒43.2度嘅，咁佢就冇講佢係桶強非桶強啦。但係呢支酒係2023年嘅版本，因為佢2022年咧係第一次出過21年嘅，係用波本加雪梨，而2023年咧就係波本加雪梨再加波特桶。咁我上網咧就抄到一篇文章，佢話個廠嗰度咧抄無可抄啊，即係抄撚到有幾多得幾多就 band 埋一齊。Hazelburn 真係好撚少原酒嘅，佢其實真係好難用嘅。你諗啦 ，Springbank 加 Longroad 全部都係 peat 嘅，你無論呢啲搞個冇 peat 嘅，你諗下，你係咪洗乾淨晒成個蒸餾器你先搞得啊？個原酒嘅量幾少啊？所以2022、2023冇啦，冇2024、冇2025㗎啦。咁所以呢啲咧都算係半絕版嘢嚟嘅。Hazelburn 係屬於坎培爾鎮雲頂酒廠入邊嘅其中一個產線啦。雲頂酒廠3條產線，第一條雲頂主線，第二 Longroad 朗格羅，第三Hazelburn。我哋講雲頂嘅話咧，2.5次蒸餾啊，有泥煤嘅中等啦，唔係好重。朗格羅重泥煤2次蒸餾 ，Hazelburn 冇泥煤3次蒸餾。嗱，我咧就寫咗筆記㗎啦，容許我讀俾大家聽啊！我忍唔住喺聞香的階段咧就要飲啊，因為見到流撚晒口水，真係要嚼佢一啖嗰種感覺。係啦，正啊！呢花香，我發現佢有共通點嘅，老年份好飲嘅 OB 高年份啊，一定做一樣嘢，當你呼出去嗰一下，哇，好鬼舒服，好鬼香嘅。呢啲酒好飲，你睇我嘅表情，睇我不斷咁飲都知啦。做咩要開呢支酒咧？咁你試完咧2022年嗰一版咧，我當年係有入過手，亦賣過出去嘅。我嗰陣時賣係賣5500蚊，呢支酒到我手3000有找啊！真係威士忌跌撚到撲街啊！你走錢。飲翻杯單杯都 OK 噶嘛，100幾廿蚊係咪？可以享受到幾千蚊。其實我個人認為呢啲酒嘅品質一定係 over value 啊，5000以上嘅真係。3月14、15號啊，約定你。我留咗咁多喺度噶啦，留俾大家，到時見，過嚟飲，拜拜。